Dashcam Sustain X 由構思去到完成成品原型，經歷咗唔同階段同埋挑戰。呢一次影片將同各位簡述電路設計流程同埋當中所涉及嘅電子學原理。如果你有志從事電路設計，亦都可以透過呢個專案去了解中小型電路製作步驟同埋思路。而為咗務求深入淺出，涉及核心技術嘅部分將會點到即止。如果你對 Dashcam Sustain X 未有初步認識，建議而家先去睇返產品簡介影片同埋實測影片，咁樣你就會更加容易掌握呢一集嘅內容。電路設計無論規模大或者細，佢嘅構思同埋流程都大同小異。以 Dashcam Sustain X 為例，佢嘅製作經過以下嘅階段，包括定義需求同分析、概念設計、實驗搭建、測試同調整、記錄與驗證。而呢一啲嘅階段並唔係單向同埋可以好清晰咁界定，而係視乎實際嘅情況去不斷咁循環。另外，如果日後要進入成品製作同埋量產，我哋要延伸進行 PCB 設計、外形設計等等嘅後續工作。而呢次嘅影片就唔再講述啦。我哋首先制定電路設計嘅目的。Dashcam Sustain X 嘅設計初衷係作為行車記錄儀同埋供電系統之間嘅控制界面，令到行車記錄儀喺架車熄咗引擎之後，可以透過改用外接電池繼續供電，延長行車記錄儀嘅運行時間，持續監控路面，對車主增加保障。有咗明確嘅大方向，我哋會再設落一啲嘅細節，包括電路嘅規格同埋一般功能。留意呢啲設定可能喺設計過程之中按需要修改或者增減。Dashcam Sustain X 喺構思初期嘅規格包括：第一，行車記錄儀嘅使用電壓範圍高端必須最少達至24V或者以上，低端唔應該大過10V或者以上。目的係涵蓋大部分款式嘅車嘅電壓設定。第二，充電電池電壓12V。我哋製作產品需要考慮安全問題，所以選用可以充電嘅密封式鉛酸電池。第三，充電電流最高500mA。而喺功能方面，我哋希望做到行車記錄儀有以下嘅使用方式：第一，可以單獨接駁車用電池使用；第二，可以單獨接駁外接電池使用；而第三係車用電池同埋外接電池混合使用都可以。跟住我哋考慮電路運作同埋結構。電路可以大致分為充電電路、行車記錄儀供電選擇部分、核心控制部分、外接電池保護控制，亦即電量檢測電路。我哋可以簡單咁用方塊圖去表示各個電路部分嘅相互關係。跟住嚟到正式嘅電路設計程序。對於小型電路嚟講，我哋或者可以一次過畫出整體電路，再進行實驗。但係如果電路較為複雜，最好可以逐一部分去製作同埋測試。對效果滿意之後，再製作另一個部分，最後組合測試。呢一種嘅系統性做法，令到電路容易去除錯，亦都令到實際運作嘅時候更加可靠。以下我哋粗略去講解充電電路、核心控制同埋外接電池電量檢測電路設計。首先解決充電電路設計問題。最簡單嘅充電電路係將充電電池同埋待充電池連接，之間串接適當負載去控制充電電流。當充電電池嘅電壓高過待充電池電壓，就會有電流流入待充電池去充電。根據歐姆定律，隨住兩者嘅電壓差距縮細，電流亦都隨之去減細，充電時間就會延長。所以喺電路設計上邊，需要盡量保持充電電流穩定。你又諗唔諗到用啲乜嘢零件同埋設計方法呢？貼士係可以利用回授去監察充電電流。
當充電電流偏離設定值，電路會自動調節電流大細。為咗簡化電路設計，我哋可以用微控制器去協調各個電路模塊。Dashcam SustainX 利用手頭現有嘅 PIC 16F819，市面上面亦都有其他中階微控制器選擇，只要配合足夠嘅輸入輸出腳位數目同埋內建模組就可以去用，跟住可以自行編程。當由外接電池供電俾行車記錄儀嗰陣，需要持續監察外接電池剩餘電壓。當電壓低過指定值，就應該截斷供電，以免鉛酸電池處於太低嘅電壓值，造成損壞。要設計電池電量檢測電路，可以由最原始嘅電路開始去思考。由於電池有內阻，要較為準確量度一個電池嘅電壓，正確做法係喺電池兩極之間連接一個負載電阻，然後先至用電壓錶去測量。我哋將呢個概念應用喺 Dashcam SustainX 嘅設計嗰度，但係改為用微控制器內建嘅 AND 模塊，加上利用內部計時器去固定兩次測量嘅間隔時間。當偵測到嘅電池電壓過低，微控制器會發出信號，控制外部電路即時切斷供電。電路要一定可以安全穩定咁去運行，關鍵就在於電路設計同埋零件選擇上面。我哋唔可以假設所有使用者可以正確咁用呢個裝置。其中一種錯誤情況係將電池嘅正負極對調咁去接，咁樣會引起短路，損壞裝置，甚至乎會引起火警。Dashcam SustainX 加入保險絲同埋適當二極體，可以有效避免出現危險嘅情況。另外喺揀零件嗰陣，亦都要考慮零件嘅最大工作電壓同埋電流值，避免因為功率損耗過大，令到零件去燒毀。如果零件因為功率過大發熱，要視乎情況外加散熱器。當整體電路經過初步測試，大致達到運作要求，就可以嘗試改良電路，完善功能。Dashcam SustainX 加入指示燈，增加運作清晰度。後期亦都修改電路，令到用者選擇可以預設以外接電池供電，使用更加具有彈性。另外，亦都可以透過更改零件，進一步減低電路功耗。電路設計最後階段需要反覆測試整體運作情況，模擬實際運作環境，甚至係極端環境，即係譬如極端溫度環境，又或者異常電壓測試，要作出反覆試驗，不時觀察電路有冇出現異常。如果裝置經過多次整體測試，而每次運作都穩定嘅話，先至可以考慮設計 PCB 同埋外殼，準備量產。電路發展唔會因為去到呢個階段去完全結束，而係需要維護。如果日後電路運作出現喺推出之前仲未發生過嘅問題，又或者希望進一步擴展，喺電路設計上面需要再度修改，力臻完善。希望各位由了解 Dashcam SustainX 嘅開發流程同埋設計技術，窺探到電路產品嘅誕生過程，同時明白開發人員背後需要經過唔少嘅努力同埋時間去融入心思同埋技術。成功絕對唔係一蹴而就，我哋要尊重原創設計，先至可以鼓勵科技發展。我哋呢個頻道將會繼續同大家提供電子學知識同埋設計技術，希望各位讚好、訂閱同埋分享，支持呢個頻道嘅成長。更重要嘅係留言互動，等我哋了解大家嘅需要。多謝各位，我哋下次見。